歡迎又嚟到尋找卡包的故事啦！少年今次嚟到愉景新城嘅 Mega Card Show， 去抽 SV8 嘅 AR 抽。哎呀！第一抽中，雖然懷住熱切嘅心，但係佢都未能如願以償，決定再挑戰一次。抱住必死嘅心，少年開到第9包嘅時候，終於開到佢想要嘅東西啦！咩嚟嘅 ？SAR 啊！哦，呢張都好有冇？中咗 SAR 啊 ！OK， 我又可以繼續啊，仲要繼續可以係啦。而家剩翻2、4、6、8、9包咋。抽到第12包之後，店鋪亦都係時候為佢加添卡包，再洗牌啦。抽到第20包 AR 再次出現，店員亦都停止提供卡包啦。少年話：有愛才會有明天，多謝各位支持。